继续来看这件，这是警专，也就是警察专科学校，有一个19岁学生透过网络找一个泰国一个女子性交易，但是这个学生离个付4300块了后，可能是反悔。 竟然想要趁小姐在洗身躯的时阵，把这钱偷咧走，结果互违事的业者掠去拍，甚至来拍影片传互学校甲家属揢油讨要爱钱。最后，伊人是互等伫咧桃园的孤山。这警方已经抓到嫌犯，警专讲针对这个学生会开会来讨论，上重的处分就是甲开除学籍。 一个查甫人为大楼内底撞出来，为顶仔骹走去大马路顶，穿乌衫的人伫咧后壁入，人数真济，分做两边，几个人走去入，其他的人开车来接应，了后，甲这个查甫人带去车顶掠走。年轻人跑去啊，是哦，在追一个人吧，10几个追一个啊。 你没有看到这样？我有看到了，半夜啊，两台车啊。昨半暝，新北市永和区一个自强大楼的外口，一个互人入的人，竟然是一个警专生。事发进前，就有3个穿乌衫的人伫咧1楼等，原来因拢是性交易小姐的伪事。19岁临时警专生透过交友的 App， 甲一个泰籍的女子联络，小招伫咧永和的一个大楼做性交易。事后纳4300块，不过伊敢若反悔，竟然趁小姐洗身躯的时阵，想要甲钱摕走，不过当场互人掠包。负责的伪事甲人掠着，伫咧车顶甲伊拍，佮翕影片，伊讲伊家己有食毒，甲性交易，甲影片传互厝内人，佮有学校群组，恐吓72000块。厝内人知影消息，赶紧报警察，安那警专生是互等伫咧桃园的孤山。这位学生严重违反了校规，我们将在今天召开训育委员会检讨究责，最终呢会做出予以开除学籍的处分。加做未来执法人员所进行非法的性交易，甚至是偷摕钱了代志，警专嘛发布声明表示，临时学生无顾规定，佮有团队的名誉，行为偏差，上当会甲伊开除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